咧個個人咧都好中意做一個角色嘅，就係中意咧就係追求呢個權力。我話事，我做我大事，任何嘢咧都要經我同意。有啲乜嘢事情發生到啦，啲人就好中意講啊，點解佢有咁件事發生而冇人話俾我知？呢個朋友咧有冇啲人擁有呢個特質，或者你自己都不自覺好多時咧都會講呢啲類似嘅説話咧？一個八字，如果你過於或者咁講，一個生命你過於咧執中咗呢個權力嘅話咧，變相咗咧未必個個咧會接受到咧你呢種嘅做法。亦都好講，你有冇嗰個層次嗰個格局？你有嗰個層次格局嘅話咧，亦都可以發揮到自己。但係呢一個咧就一定要睇你嘅個性格入面咧有冇嗰份咧就福氣咧，令到人哋咧去跟隨你依附你馬首是瞻而跟你去行。再加埋你做事嘅動力，你係咪以果求因咧？會唔會好多時做事嘅結果咧會容易咧就行前3步就褪後2步都好啊？最慘嘅就係行2步就褪4步結果係乜嘢？只有退步多過進步。呢一個就最大嘅影響。